佢就識揾唔到我啊！佢特登揾你唔到，狗喎。我而家係用手勢控制，所以可以我隻手點樣喐，佢就會跟住我喐咯。得嘛？搞到他。為什麼？為什麼會搞到他？看呐。怎樣？低一點。没有了，这边。不是啦。爸爸。我没有办法抱他，我抱他哦。為什麼？他那个。他哪個？那个。哪個？哎，这怎么办呢？没有听清您的指令，请再试一次吧。把它放下来吧。都是你的那个。可以放很远吗？越远越到哪？要有遙控器比較遠啊。哎，但是他們不是怎麼不見兩個不知道跑哪裡去了。外面給我放着。不會吧？而家我呢度咧，我可以控制佢㗎。佢喺前面，佢就會去到我前面，跟隨咯。跟住或者後面啦，我後面，佢就會去到後面。飛到後面咯。前面，佢自己知道咯。他母子回來了。招他們啦，可以。请及时返航。幹嘛？返航啊！回家。對。啊，大家爬上去。